出来，冷清清，空气中的香味，是你留予我的苦行。这是你离开第33日，不知什么是你生命。留下中的时情，也无法度结束想你。一天暝，哪会戆戆分袂清？你放我多受一大情，缘甲分甲你甲我，拢全无代念。犹原戆戆分袂清，你踮我脑海中浮沉，放袂落的爱等到何时？33日，不知什么是你生命，留下中的时情，也无法度结束想你。日甲暝，哪会戆戆分袂清？你放我多受一大情，缘甲分甲你甲我，拢全无代念。犹原戆戆分袂清，你踮我脑海中浮沉，放袂落的爱等到何时？你放我多受一大情，缘甲分甲你甲我，拢全无代念。犹原戆戆分袂清，你踮我脑海中浮沉，放袂落的爱等到何时？今麦坐伫个宾果边仔的这个主持人就是我吴淑敏。大家好，我是今仔日的主持人，咱今仔日的特别来宾哈，就是我，大家好，我是宾果周伟杰，你是遐跳啊？我开心啊！我总共要来几天啊？6天。6天呢、我当这里6天的主人呢、是。淑敏好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爱顶来就顶，爱顶来，我是嘿，那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，我们周伟杰。哇，为度假公啊，今嘛已经讲3遍的周伟杰加这边4遍哈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个时候要让大家，因为大家都对你的声音就熟悉知影拢知影讲要叫你宾果，但是你今仔日是来宣传你的新专辑唱片啊，所以你今麦叫周伟杰。有啊，有听众朋友去到迄个唱片行讲，我要宾果的唱片啦。你讲歹势，我无宾果，宾果要到那个乐透有没有哈？宾果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啊，要去买乐透彩。是，但是今天就是以这个伟杰哥的身份啊，好，咱来宣传这张是你个人的第4张的这个创作专辑，我要飞，我要飞，你要飞，你到底你有想要飞去对无？
我想，其实我还蛮满足哈，蛮知足现在自己的生活状况，因为。苏敏，你可能一整就开始唱歌嘛，哈，可能很多时间你没有办法完全想到说，到底是兴趣，对啊，然后后来就变成你的身材的一个工具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又可以让大家哈，感觉上外表看起来像得心应手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我嘛是有挣扎过啊。就如同你啊，你以前偶像歌手，然后对不对？偶像歌手，然后也有演戏，然后后来你莫名其妙转战了广播界，然后竟然还可以，既古怪，然后莫名其妙在广播界又闯了，不是啊，对不起，不是又就是很幸运的在广播界有一片天地。我那卡无开已经灯开啊！我主持人不好当讲话要小心。好，谢谢哈。然后又开始喜欢那台语，好，然后你又开始研究那台语讲话这个美感，好，然后开始创作开始写歌，所以其实你的转类跟就是你的转变啊、转类点啊，跟我有一点不太一样，真的不太一样呢。而且我像刚听你这样细数，我觉得你还主持的蛮好的，就是你给我组织下来哈，组织就帮你分类这样子。而且我觉得，好像真的把我的这个演艺工作的生命哈，从以前刚开始做你所谓的偶像歌手发片，然后慢慢的转型。公今天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是一个公播主持人，公今天就很像我从小开始唱歌。我也没有想过我可以在广播界当主持人啊，也没想到主持电视，对不对？没有。你看现在当电视主持人，应该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变主持人，不管是电视的还是在广播的，我一直以为我就会是个歌手，而且我从来没有觉得我会是个歌手。而且转变的过程，你有没有发现，苏敏，那种感官哈，好像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，没有那种生命的一个衔接点，就好像任务来了，我们就去达成了。哎呀，不是讲咱有参详啦，是讲特别讲安排啦，是。咱刚刚就随和你知不？随便。你不要这样说啦，应该说我们是逆来顺受的喝行补不是就是你会觉得，我觉得我很像。水，就是说，我干嘛你马西？我们都很像水，为什么这么形容？就很像你今天把我装在任何一个容器，我都可以。你只要有一个容器装，我就会是那一个形状。而且你还会想要克服嘞。我干嘛苏敏的个性真假？所以你给他一起主持人对吧？我还是可以分享一下心目中的苏敏。好，我很想听呢。你几条不见啊？你知道？大概看到伊的时候讲，苏敏你怎么长得这么娇小？对。可是你知道他的雄心壮志有多大哈？有吗？有，那大概出去做这类国外旅游节目，做这个主持的时候啊，我们知道呢，边要旅游还要边要主持，然后回来要播出嘛，哈，那中间就要克服很多的困难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到那个地方，可能要道具没道具，可是他就会请工作人员想办法，要不然呢？我这样讲很像我很机车我没有讲啊，是你自己讲。我没有这样，他会想要克服，比如说我们从这个岛哈，在其实岛上其实有时候很多地方是没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对。他就说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让这个地方看起来比较丰富一点？好，那你烤的鱼不要太阳春，好不好？给我们大条一点的鱼，然后比较不一样的，就是你希望画面是让画面是满足的。可能明明钓起来是小只鱼，然后我就想叫大家给我弄一个大只一点。就是你希望说在最后呈现的机会还没有到来之前，你要达成任务。你看你几条要干？好，我现在终于懂了，就是你的意思是说，你看，因为你现在讲的这是我的工作态度。我的工作态度让人家觉得我很，就是就像你讲的，很要求，很盯紧，很就盯紧的啦，就是要求就这样的啦但是其实坦白讲，我好像没有什么，其实我是一个没有梦想的人我这样讲，你会不会觉得？有可能其实我是一个没有梦想的人。因为你度假宫，我们像一个水一样嘛，对啊，倒在那个水瓶里面，要弄成什么样的形状，其实都可以嘛。对，其实我是没有什么梦想。我觉得我现在跟你聊完这一段话，你又可以帮我写一首歌了有道理。因为我觉得，有当下咱的人生的是，
虽然说我现在年纪也是很小，可是因为我不知道我会走入这一行，我本来也以为我可能只是会一般的上班族。对，亲像伟杰哥，你一开始跟我感觉你就是要行这条路，你一定是生咧。你少年一定就缘投嘛，就被发掘了嘛。那你也没有想到说，我真的从小就是被家里培养要当艺人，不是嘛？对，就是因为当然我们喜欢唱歌，有兴趣这是一定无为嘛。那仅止于就是兴趣嘛。对，变成艺人，我觉得还是要有点命啊，哇塞型的这样。好，所以呢，我还是会非常感谢我目前的工作状态。你看哈，做公博外业哈，那做这个经营管理啊，广告行销。我也喜欢，对，然后重点是你很有天分，天分2个字不能乱讲。我真的，因为我是天很多东西可以天分啊，天饭是不是？可是天到分就好，那你很有这个慧根，哇，好棒，好不好？主持人好棒啊！我就觉得你还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地方，谢谢啦，包括咱虾瓜，我今晚都在好好向你学习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再来听一首专辑里面的歌曲？哇，这首歌我一定好好来推荐跟介绍哈，因为最近我真的听众朋友开始在点嘛哈，我觉得远距离的相思啊哈，一定要听这首歌，就是我跟凤娘唱的，金鸭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应该全台湾有很多都是远距离的恋爱，那当然这个情歌对唱也不好写，可以写的像你这么的这么的契合，是不容易的。那当然我们凤娘声音也非常的赞，我们来听一下周伟杰跟凤娘对唱的这一首歌曲《金鸭》。心不明，孤夜暝你在他乡，我想你。今夜的故乡机，声声是等待你。有着伊来离开，请保重你自己。今夜的故乡机，声声是我。所的一段情，不敢来放袂记。袂记，亲像彼日水，咱期待重逢时会约定。